南影商港第25届电影电视科的毕业成果展，5号下午伫个该校的大礼堂来举行。伫个该科的主任蔡家璇的带领，今年的学生作品总共完成了6支的纪录片，有探讨环境的议题、环境、传统的做米业、粗面。其中以着台南的小姐杀白鱼为主的鱼生，更加旗下第20届罗斯旗子国际学生底片创作奖的单牌奖。虱目鱼不只是在餐桌上的美味而已，它在回忆中可以勾起更多人，让他去联想到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以及是所有人他在一路上他们有没有靠过他进行了一个陪伴。我觉得台南的虱目鱼，因为它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不管是男女老少，然后什么年纪的，它都是会有人去喜欢吃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深入这个主题，然后进行很多的田野调查，然后到很多的摊贩去了解到他们当中的可能他们从零到有的一些初衷，然后有些是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已经50-60岁，他们可能从一个小小的渔翁，或是从一些小小的渔民，然后慢慢的做起来，这样。然后想把这些心路历程，还有对就是其他就是对虱目鱼有思念的那些人，把这个东西带给大家更多的观众去看。另外，还有记录职业棒球教练许峰斌，伫个退休以后转向基层的棒球教练，而且本身阁是学生许佑佳的父亲，因此嘛得到东二的导演来翕这支小手大梦的纪录片。因为当初就是在讨论我们要拍什么样的纪录片的主题的时候，我们有了解到说，同学的父亲是一名退休的职棒球员，然后目前在他创立了一个跑垒协会，然后正是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教导基层的棒球员，就是小朋友们可以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好。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很棒，所以就联络就有跟我们的同学一起讨论，因为这是他的父亲许峰斌教练。那我们就讨论完之后，我们就决定拍摄这个主题，因为我们想要用这部纪录片来让所有的观众们认知到说，在台湾有这么的一号人物，想要用他自己的一份力量来改变台湾基层棒球的环境。看着自己爸爸辞掉了职棒的工作、教练的工作，然后愿意投入到基层棒球里面，为台湾棒球做一份心力，这样就是也希望大家一起支持他。学生的毕业成果展除了有静态的展览，另外还有舞台、动态的表演，有舞蹈、戏剧等，将大礼堂布置成拍片的现场。会中校方为了感谢受访的民众，现场嘛特别颁发感谢状，吸引了未少的民众到场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